对于花夏雨，你要保持警惕，因为他的身份还不确定。保护陆枫的安全，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。这次任务很危险，情况也很复杂，你可以拒绝。 所有人起立！我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那就更不应该离开。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，闪关已经拿到权力，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，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。你比我了解他，你应该清楚，现在只有你我联手，才可能勉强存活。虎落平阳，只有等待时机。任主任，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，对吗？其实我们见过，但怎么都没想到，这最后的最后，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。胜者亡，败者寇。 你想让我怎么死？悉听尊便。你知道，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。你是我尊敬的对手，但是对于死，你想怎么选择？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。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，你会让我怎么死？不知道，除非假如成为现实。够坦白。对于你我来说，无论对方怎么死，都很难解恨。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，我都会毫不犹豫，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。但是现在，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，从我开始。过去你我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
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，真的是难以想象。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，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。所以，我希望你留下。我妻子的仇，我一定会找你报，不然到了那边，我会没脸见她。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，但都不是现在。你留下，我给你足够的权限。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。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。你的人不介入吗？我的人只是协助，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。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共产党有任何接触，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。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？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。是找不到，还是没有？从今天起，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，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。是。说不说？不要，我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姚策找到了。怎么找到的？既然你们都找不到，我只能亲自安排了。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，抓捕姚策。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，
各位，请听好，不许离开这里，不能单独行动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左教官会留下，行动的时间、地点，出发前会告诉你们。幽灵的规矩你知道，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。如果拒捕，杀。姚策，我是索林央，你跑不掉的，投降吧！姚策，投降吧，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。跟我回去吧，我向局长保你。条件呢？告诉我你上线是谁，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。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？啊？那你就保不了我，对吧？你我都很了解穆西河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。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？很早。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？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，而且无药可救。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。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，出卖国家、消极抗日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这样的政府，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？为什么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，不为军力，只为国家和百姓，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。左教官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已经死了。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，是为了后世的人们。后世？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，感激你们？不需要，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。
姚策，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，你相信我。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，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，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离开平湖。姚策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，我也可以向你保证，让你活下去。我要是那样活下去，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我宁可死，死很简单，活着很难。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，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，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，一定会前仆后继地走下去，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姚策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就好啊。局长，你少喝点，注意身体。姚策，我亲自招收的学员，黄埔毕业就跟着我，替我挡过子弹，可谓忠心耿耿。这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，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，很恐怖啊！我现在非常担心。我担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您担心什么？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？还有多少？局长，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发现。陆丰表现得怎么样？正常，他不太像是共产党。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？我会盯住陆丰。也不用盯太紧。记住我的话，只要共产党不动他，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。是。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什么？这从76号来的，叫蓝冰，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，在陆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丰，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。
再好好的查，要查彻底。是。姚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！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，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，不能再出第二个姚策了。明白。局长，刚刚接到最新情报，牧羊人近期会联系我们，谈会面的事情。你怎么看？共产党不可信任，不得不防。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，是共产党。但是，重庆的命令，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？对，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，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，项庄舞剑。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……对，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。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。第9处雷达车到了吗？应该快到了。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，而不是见面吗？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，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，一定会非常谨慎，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。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，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。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。只要他们见面，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，比如陆丰。你要盯死沈潇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，但不要打扰他。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，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。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，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，不能有任何疏漏，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。明白了。我要是那样活下去，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我宁可死，死很简单，活着很难。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，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，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，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，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。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。莫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，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，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。你是人，不是神。今天走了一样寸步不离，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。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，你不用太自责。与其自责，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。你看着我，说实话，
你说我。我说的是实话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，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。日本人和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。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，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。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，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。重庆方面明确表示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。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。会谈之前，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。我要再重申一遍，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，办砸了，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，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。我明白。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，要不然他会疯狂地报复你我。我会小心。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蓝冰，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。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，他好像出手救过我。是的，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要知人善用啊！你看看，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？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。左灵阳到现在还没回来，除非有特殊的情况，否则他不会离开墨西哥半步。刚才墨西哥提到你了，让你联系76号。好啊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沈处长了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圈套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联系沈处长。既然他开口了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可这对你来说太危险。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？进来。局长，76号和特高课合作，成立了新的武林第9处。情况准确吗？准确。您知道负责人是谁吗？闪官啊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闪官这次回来，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，还拿到了76号的权限，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，可谓如虎添翼。我们现在要动弹就更难了。况且要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
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破坏会谈。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，美国人才会有压力。谈得拢谈不拢，不是我们的事，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。而且，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，要不然，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明白。我叫林青，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，由我来负责。感谢，我是牧羊人。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？他们已经在上海了。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，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。这是顾一川，重庆政府的特派员。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，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。为了这次会谈，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，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丰，主要成员是花向宇，还有蓝冰。另一方是苏联代表，代号牧羊人，是个苏联男人，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们没有他的照片。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。目前只有这些线索。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这个人叫姚策，跟随了穆希克很多年，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。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，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。这么说来，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，说来听听。找到姚策的上线。怎么找？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，彻查姚策的死。我还有一个方向，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。从陆丰入手。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。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，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，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。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。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。华飞，你继续追查陆丰。是。山田少佐，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。是。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，大家都动起来吧。是。他们把最难、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。共产党，我打了多年交道，很难抓到。即便抓到，他们宁可死，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。更何况，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，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，我们俩还得背黑锅。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。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，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。从昨天夜里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们被闪光孤立了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只能坐以待毙。您想怎么做？你怀疑陆丰是共产党？他应该不是。陆丰是我一手养大，他的经历我了解。可现在事情的结果
总是不符合逻辑，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，以前不可能的事情，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？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，实际存活的还有2个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陆枫。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，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，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。我一直在等陆枫被抓捕的消息，没想到共产党和穆希赫都没有动他。陈浩民死在我手里，我和陆枫都在这个名单上。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枫出卖了陈浩民。对于叛徒，共产党不会姑息。但奇怪的是，穆希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枫。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。那陆枫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也很想知道。那陆枫为什么还为穆希赫做事？只有一种可能。我是青衣，我是林青。你们暴露了，立刻停止发报，关闭发报机。
对方突然中断了。发完了吗？应该还没有。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。停车。